为着要来防止非洲的 DJ 入侵台湾，行政院长苏贞昌提出旅行社的联做法，也就是旅客参加旅行团，若炸肉片进来咱的台湾，导游甲旅行社爱负责连带的责任，相当罚款15万。这是互旅游业真不满。讲台湾的旅行社敢若负责落地接待，所以业者负责把关，实在是真好笑。要消灭非洲猪瘟。 没那么简单，短期间做不到。但是政府如果有这一些不接地气的行为，2020年就可以消灭政府了。导游不满行政院长苏贞昌要连续处罚违规炸肉片入来带团的旅行社，这个院长无清楚状况。 旅行社跟导游都是在这里，他根本不知道客人怎么样，所以我们唯一能够依赖的就是对方的领队。 一定要善尽告知义务，还有在机场的宣导，所以处罚这边的都是我认为都是不合理的。因为苏院长指示，若是旅客违规炸肉片入来，带团的导游甲旅行社爱负起连带责任。院长出来澄清，是爱业者较注意的。是希望旅行业者和带队的人、领队都能多所呼吁游客注意。 观光局表示，确实会使依法定观光条例，损害国家利益开发，会让罚业者3万到15万。不过，会当依个案状况，再去看是不是停处。毕竟谁拢无希望 DJ 侵入，政府以最高规格看待，每一个人拢有责任。